種植牙品牌真係咁緊要嗎？係啊，種植牙品牌真係好緊要，好多機構宣傳嘅牌子都唔一樣，到底應該點揀？因為品牌揀錯咗，可能冇穩定嘅售後保障。要搞明呢件事，要從種植牙嘅結構講起。簡單講，一粒種植牙係由三段結構組成嘅，喺骨頭內係一段叫做種植體，穿出牙肉進入口腔嘅一段叫做基腿，基腿上面再裝個牙冠，呢個牙冠係我哋真正需要嘅，只不過佢需要種植體同基腿支撐佢，就好似屋企要地基嚟支撐。唔同嘅種植牙品牌，佢哋嘅種植體同基腿都係靠內部構件同螺絲連接起上嚟，但係呢啲機械結構嘅配件唔同品牌之間完全唔通用，只係10幾年前嘅手機充電接口唔相同咁。某啲小牌子雜牌嘅種植體，一旦廠家退出市場，後續種植體嘅配件就會斷供。如果患者考慮嘅種植牙損咗，本嚟換個配件就可以解決問題，但係廠家冇咗，種植體就只能夠報廢，裝唔到牙，除非將種植體掘出嚟，重新植其他品牌嘅種植牙。據統計，全球有300到500個種植牙品牌，其中真正有全球市場、長期臨床經驗嘅主流品牌有20到30個。有啲機構以採購成品為第一考慮，揀用種植體品牌比較隨意，而且經常更換。但有啲秉承長期主義嘅機構，會根據種植體表面處理、連接方式、接近、長度、適應症嘅特點選擇種植體品牌，長期使用唔經意更換品牌，對醫生嚟講經驗持續積累，種植釘充分發揮效能，對患者嚟講長期嘅售後服務都有保障。可以講，種植牙品牌選擇代表醫生嘅行醫理念，更關乎患者嘅種植牙是否有長期保障。